金平台语第1课到第5课复习。第一课来买菜哦。透早菜市仔人真济。来哦来哦，人客来买菜哦。头家，这菜头安怎卖？一条15，两条算你20。先买一条就好。多谢，若好食才搁来呢。好啦。语词，咱来照老师新的用的这2、3、4、5来念哦。豆菜、番麦、红菜头、花菜、葱仔、笋仔、白菜、菜瓜。看上顶悬遮，咱甲变做3句话：豆菜、番麦、红菜头、花菜、葱仔甲笋仔。花菜、葱仔甲笋仔，你爱安尼对咧念哦。白菜、白菜甲菜瓜，白菜、白菜甲菜瓜。又一摆，豆菜、番麦、红菜头、花菜、葱仔甲笋仔，白菜、白菜甲菜瓜。真好。菜瓜，食菜瓜，我上喜意食菜瓜。笋仔，食笋仔，我上喜意食笋仔。番麦，食番麦，我上喜意食番麦。红菜头，食红菜头，我上喜意食红菜头。阿母，这敢是高丽菜？毋是啦，这是花菜。完成一关仔哦。第2关，老师念一句，你爱对咧念一句哦。唱歌，欢喜食甲饱。语词第1，猪、碗、碗公、鞋仔、杯仔、汤匙仔、
签仔，盘仔。看上顶悬遮，咱家己变做三句话：猪碗甲碗公，鞋仔杯仔汤匙仔，签仔甲盘仔。过一摆哦，猪碗甲碗公，鞋仔杯仔汤匙仔，签仔甲盘仔。猪用猪硬的菜，阿姐用猪硬的菜。碗用碗底饭，阿姐用碗底饭。杯仔用杯仔啉茶，阿姐用杯仔啉茶。鞋仔用鞋仔底汤，阿姐用鞋仔底汤。请问签仔囥伫倒位？签仔囥伫迄个塑胶盒仔内底。第三关哦，准备好啊未？月娘变魔术，变魔术，咱嘛是用唱的，小朋友唱起来足好听哦。月娘变魔术，有时变狗仔，有时变盘仔，有时若紧张，有时亲像水来也。今仔日的要月娘，敢是变来变去，甲家己变无去。月娘变魔术，有时变狗仔，有时变盘仔，有时若紧张，有时亲像水来也。今仔日的月娘，敢是变来变去，甲家己变无去。语词第一，日头，轻云，露水，天星，月娘，风。看上顶悬遮，日头，轻甲云，露水甲天星，
月娘，月娘，风风风。紧紧啊念一解。日头，日头，倾甲云。落水，落水，甲天星。月娘，月娘，风风风。月娘，天顶的月娘，我有看到天顶的月娘。云，天顶的云，我有看到天顶的云。天星，天顶的天星，我有看到天顶的天星。日头，天顶的日头，我有看到天顶的日头。今仔日出日头呢？对啊，咱去外口耍球，好无？4课西北雨。热天的下晡，热天的下晡，熊熊一阵西北雨，熊熊一阵西北雨。将阮压甲澹糊糊，将阮压甲澹糊糊。雨啊雨，你哪会落遮粗？雨啊雨，你哪会落遮粗？害阮线米无路，害阮线米无路。即课的语词：线若、闪电、陈雷公、乌阴天、落雨天、好天、落雪、风台天、大雾。咱来看边仔遮的4句话，对老师念：四若四若陈雷公，乌阴天甲落雨天。好天落雪风台天。大雾大雾雾雾雾。咱个较紧的哦。四若四若陈雷公，乌阴天甲落雨天。好天落雪风台天。大雾大雾雾雾雾。好天，今仔日是好天。阿爸讲今仔日是好天。乌阴天，今仔日是乌阴天。阿爸讲今仔日是乌阴天。落雨天，今仔日是落雨天。阿爸讲今仔日是落雨天。风台天，今仔日是风台天。
阿爸讲今仔日是风台天。第5关仔哦。第5课，骑铁马。第5课，骑铁马。歇困日，歇困日，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。我甲阮阿爸上爱去骑铁马，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。骑去大路边，看到真侪款车，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有公车、汽车，阁有货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。骑去庄骹，看到火车，咻！一个仔就走到远远远。咻！一个仔就走甲远远远。即课的语词：铁马、孔明车、脚踏车、机车、乌多摆、公车、计程车、船、飞轮机、捷运、高铁。第1句：铁马、铁马、孔明车。我上爱骑脚踏车。机车、公车、计程车。船仔、飞轮机。捷运、甲高铁。哇！你全部拢有对咧念吗？真贤呢！送你一个礼物，丢丢虫仔。来唱囡仔歌，丢。火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，哎哟公空来，公空的水就丢丢，虫仔伊就暗暝伊就丢啊，伊就滴落来。火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，哎哟公空来，公空的水就丢丢，虫仔伊就暗暝伊就丢啊，伊就滴落来。哦，这条嘛是恁上爱唱的哦。今仔日咱就上到这，第1课到第5课，大家拢会晓啊。真贤，真赞，下课啊！再会。